只恐伤亡过重。若是能待有不人做事不行，于水火之中。对，一公之间只有廉政传讲，那番的话若有一归降，你我大军免到汉关。有时奉旨何事？火箭奉威，下官不然。杀他个片甲不回。哎，叫你们临阵劝降，谁叫你们煽动刀兵了？临阵劝降也得先给他个下马威呀！我看薛丁山这小子本领不大，模样倒还不错，跟那个樊梨花可称得上是天生的一对儿，地草的一双。若是两军阵前，俩人相见，两心一动，
你看听我调调放火，下马跪下，大人何事？一派的胡言看得了。上。
走，看枪。
他呀
爹娘生就的脾气，你要看不顺眼啊，就走得远些。有道是夫妻相待于礼，今日洞房花烛好端端的，你绑什么架子，耍的什么威风啊？你竟敢顶撞于我，真是换天吃百草。你待怎讲？不有嘉奖，看入贤惠。你口口声声说我不贤，难道是我逼你娶我的
下防守格外的小心。看天色不早，嘿嘿，军士们就地关门，正是。午经未到不开关，日落黄昏紧闭门。
法过进关。少废话！嘿，我告诉你，等着，我先问问你，你要想进这关呐，你可有令箭呐？不用，没有啊？那文凭总得有了吧？也不用。得了，你那研究生的文凭还没下来呢，你就跟我这儿开枪了。来，传话，练这份枪。嘴皮子都软了，没有研究生文凭。哎，告诉你，俩字儿不可，仨字儿不可能。就是等到天明，他也不会放我进关。也罢，不免趁此一刻发挥大意，真的是他闭关不开，并非我。来。盛气凌人，那薛丁山，他绝对是蛮横不讲理呀！幸亏我呀，还有这么点的墨水儿，骂他一个狗血喷头，也算是出了我这口怨气呀。哎，慢着，他要是真的薛丁山，我就应该放他进关呐。他要是假薛丁山，他必定是个坏人，我就应该把他给抓住啊！别忙，我叫叫他啊！哎，我说那个薛丁山派来的，回来，回不来了，看来。哎呀，他呀，一定是个坏人，不用说坏人，就我把守着关口。连只蚊子，他也休想飞进去。我说，军士们，六紧闭关门。
惧怕发托孤，不肯发兵，这与我有什么相干？这与我有什么相干？老千岁，三小姐可曾请回？微臣啊，登山有下请回禀，讲。千岁若马来了。此番他将去搬兵，五岳相迎礼论，就是还带千一众，梨花下跪来陪亲。哎呀，他怎么都知道啊？啊，我都听见了。哎呀，老千岁呀！反话要是千岁将兵，不肯发兵，莫讲，不肯发兵，大官奴才。龙婆婆看看见儿啊，那里边不是小啊，当谁不能拿回家啊？都把这财运将来有把背了啊！你手提着兵，起来一晃晃，晃晃别的男人叫我死活，要不我就放在他的心上，你他的心里放一火，我敢东风我敢天花，军法不玩中，你的小马人。我甘愿赴法，只是这汉江，我是再也不能去了。启禀老千岁大元帅，两方在青龙山顶会战战，胜负日后不分胜负，再场啊！我吓他一下，走！因你叛兵不到，列队元帅青庐山被困，你是该当活人呀！再看拼死决战！你总有天大的本领，我也不用你了。见面，去文房四宝过来。待我休手。我说老伙计，老千岁，这有令箭一支，押解薛丁山，去至汉江关，请来樊小姐，不得有误。老千岁，这是金令，还不快去！有书信一封，当面交给樊小姐，你可别忘了。
好，这一次下不为例。好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把石顶上赶马骑。下站何人？二路元帅石顶山，来此何事？奉老千岁之命，传令来了。你且讲来。这有什么说什么呢？我来的时节，老千岁手持令箭，高声斥道：“这一，请范小姐回应；这二，向范令欢赔礼。”完了。哎，唐老千岁，让谁给我们小姐赔礼呀？我是有什么说什么，老千岁没说的，我不敢擅自揣摩。今日从将军口中说出赔礼二字，倒也难得。看在老千岁的份上，且朕再与他看坐。我替老千岁谢座。他们俩都坐下了，你也找个地儿歇会儿去吧。得了，我呀也找个地儿歇会儿去吧。我说将军。好说，凡节度使。将军一夜之间两度来到韩江，多有辛苦。没法子，上次吃了闭门羹，被樊节度使手下的兵丁把我给骂回去了，只好再来第二趟。怎么，竟有此事？我怎么丝毫不知呢？待我查得此人，命他与将军赔礼。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！嘿，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若不是他们指使，哪个敢骂姑老爷？哼！将军还在生气吗？这口气儿，我一直憋着呢。想是为了洞房之事。我问问你，洞房之夜你怎么跑了？明明是你赶我走的。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赶过你的？啊，我什么时候赶过你？将军不是说你若看不顺眼，就请走远些。我是说，让你在洞房之内走得远些，谁让你跑回家来了？可你还说了，谁要你自己找上门来？既然人家不要，那我们还能不走吗？找上门来又怎么样啊？啊，找上门来又有什么不好啊？我还不是自己主动的找上门来了吗？如此说来，都是我多心了。本来就是你心胸狭窄，将我一时的气话拿出来大做文章。因你之见，都是我的不是了。本来就是你的不是。洞房之夜私自逃走，伤风败俗，成何体统？我说薛丁山呐，分明是你沙场落马，羞愧难当。洞房寻衅将我赶出唐营，怎么反咬一口？分明是无理取闹。哎，是你无理取闹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。是我，是我说话。我说反例话呀。自从你走后，这闹得满营风雨，人人责怪于我呀。正好沙沙
吐出你的怨气。哎呀，将军可曾打醉呀？轻着点，轻着点。我说父帅呀，父帅，您怎么老糊涂了？啊，不糊涂，我就不会挨打了。这小两口吵架原是平常的事情，本来嘛，家家如此啊。吵完了还是好夫妻。这夫妻没有隔夜的仇嘛。可您老人家干什么跟着瞎掺和呀？是呀。这要是真打出个好胆儿来，叫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您这不是叫我们做媳妇的，为难我。小姐，小姐，别哭，哎，别哭啊！哎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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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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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没事儿了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儿，那您就请坐吧。哎，夫人，请坐。将军，你我夫妻何时回营交令啊？不忙，不忙。你还有什么事儿要办呢？这事情呢是有一点儿，哎，可以不多。那就请讲。这点小事儿，我还要与夫人斟酌。咱们俩谁跟谁呀？你就快说吧。此番回营需要欢欢喜喜，不可愁眉苦脸。这是当然的啦，在众人面前不许跟我吵架。你就放心吧。还要当着满营将官，在老千岁与父帅面前，怎么样啊？轻轻的与我赔上一礼。啊？你要渐渐依从，随我一同回营。哎，这还不够，从今以后你要孝父从夫，做一个薛家的好媳妇儿。我是说一是一，说百是百。我要是不依呢？你要是不依呀，从今以后各奔东西。好你个薛丁山呐，实指望40军官打掉了你的傲气，不想你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我岂能容你来忍呐？把这狂徒给我轰出去！阿花，你大胆，你真正的晦气！哈哈，这晦气的事儿还在后头。大将军，您瞧，咱们回去怎么交令啊？老千岁领箭在此，命你带兵回营，去不去？你看着办吧。来呀，抢到他的令箭，
叫丁生小本儿登门叩谢。小姐请上马，拜别了。
范小姐将他赶回汉关。此番不仅青龙山被困，多亏范小姐刀劈杨帆，大腿子兵，我们会有何见面？在这里称点什么威风？而此番三听范小姐若不成业务禁忌，你休来见我，将他撤了帮臣。天莲，去金帐过来。是。爸爸，这有金帐一根，命你身背金帐，一路之上拜去汉的将。
相思万走登山，随你。